立法院早起进行司法院大法官林诉同意权的投票，国民党跟民众党拢拒绝投票。时代力量的态度是开放，民进党团以加急动员令，望讲至少要有57票的同意票达到通过的门槛。中道嘛已经有结果了，4个被提名人全部拢过关，引起争议的尤碧祥票数上悬。立法院伫2日早起进行司法院大法官林诉同意权案的投票。总统蔡英文公布4位大法官被提名人，分别是最高法院审判长蔡彩珍、检察院秘书长朱富美、台大法律系教授陈忠国、律师尤碧祥，自称立法院行使同意权。进前把指控被提名人尤碧祥告诉伪证的民进党立委苏智芬表示，对尤碧祥坚持讲这件代志是误会讲法，感到遗憾。那我很遗憾啊，党团还是有做成共同的决议，所以可能最后你还是会含泪投票。投出来你就知道了。个别委员我都不评论啊，因为其实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投票行为啊。今天我们有信心一定会过半。民进党团发加急动员，未确保跨过57票同意权的条件。而在野党的部分，若被拢批评审查过程伤过缓，无够详细。连选也亲民进党，表态拒绝投票，也不爱入场。但是时代力量是开放投票。大法官必须超越党派，独立行使职权。各位看看这几个大法官可能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国民党团拒绝背书，不进党投票。蔡彩珍被提名的部分，我会投下反对票。几乎是最高法院的这个改革。蔡彩珍法官通通都反对。大法官林诉同意权案投票，投票时间到11点，并且进行开票。开票结果，被提名人蔡彩珍、朱富美、陈忠国、尤碧祥等4个人全部过关。开票结果，律师出身，因为牵涉到伪证、引发争议的尤碧祥，摕到64票同意票，无同意票1张，无效票1张，是4个人内面上悬票。蔡彩珍是摕到62张同意票，无同意票3张，无效票1张。伫4个人内面，无同意票是上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